Drinking Gordon 今次帶大家嚟到曼谷唐羅跑吧。唐羅呢區出名多酒吧同 club， 今次就一晚跑3間，全部都喺5分鐘路程之內。第一間嚟到隱藏咗喺個 locker 入面嘅 Find the Locker Room， 個門口超難揾，基本上冇記認，入到去揾到個 locker 就知係啱噶啦。嚟到好有種探險嘅感覺。呢間 Speakeasy 以唔同年代嘅文化去設計 cocktail， 相當之有玩味大膽。無論設計同飲嘢都好似嚟咗場冒險咁，而且口味上冇得彈，正啊！第二間行過對面街行大概2至3分鐘左右，去到呢間攞晒獎嘅 Dry Wave Cocktail Studio。呢間喺2025年榮登 Asia's 50 Best Bars 第5名，一入到嚟就有種知性美，同頭先嘅粗獷分歧形成巨大對比。而呢度賣嘅都係對 cocktail 嘅細心解構，佢哋 menu 係將同一杯 cocktail 以唔同形式呈現，再用唔同波長去解釋杯 cocktail。其實我聽完睇完都唔多明，不過 bartender 超專業介紹，好啱對 cocktail 有研究執着嘅朋友嚟。第3間又過翻去對面街超近嘅 Black Cabin， 喺 Drive 老闆 Clam 嘅極力推介之下過咗嚟。呢度其實係間 live house， 而且開到極夜，嗰日星期一晚去，唱到成凌晨3點都未唱完。其實唔係好記得飲咗咩，不過呢度嘅樂手真係無敵，又唔知係咪受到某啲因素影響。當晚嘅歌雖然聽唔明，不過真係震刺晒我嘅內心。癲啊！絕對係我上次曼谷之旅最驚喜發現。